马英九总统在继续提高雄的在期，从本日起到县，今本日起高雄6季，以起到6季的3天有演，顺延一下太上另外屯利益，同时马总统也过一拜求强屯在任费事力。幼儿园嘅小朋友白白起从得欢迎歌，东风已经迎接总统马英九。今日嘅同时生暗数男女校马总统展现嘅前福利，喺冇那劇風采過後，6季天氣速度嚴重破壞，唔但長路快艇，行卡無水無天。地路暢通過後，馬總統來到了6季3天幼兒園，佢最嘅天氣化行系同冬天嘅仔米比實力。很抱歉啊，我又晚來了。今天到這來，主要的是看看幼兒園恢復的情況。我知道在前2天路通了以後，情況已經有一些改善，電子已經來了，因此我們在水方面，還有就是蔬菜啊、水果這方面，我們也帶了一些水果來，主要的是希望院童的這個生活啊，都能夠很順利、很安全。前進在期嘅馬總統嚟到6季，無數到時神嘅批評，電到係102歲嘅洋蔥派兒，特別轉到幼兒園，感謝總統嚟拜訪，小朋友見到馬總統咪非常嘅歡喜。謝謝大家了，謝謝總統了，感謝主。很開心，然後也很高興，他們就是總統能夠那麼關心我們這樣子。那個颱風那幾天也受到一些驚嚇，可是我們也在這幾天看到很多人都陸續的一直關心我們，也送很多物資進來，所以就覺得很開心。目祖十衝出感動人嘅歌聲，幼兒園嘅聲音呢，用音樂回報總統嘅關係，咪感謝所有關懷佢阿條嘅每一個人。學新聞首播後，2句高雄報道。